再来看高雄市卫生局对照农业部提供的资料，发现讲有425万粒的进口卵失踪，所以发大农信兴两间公司计共是罚上1000万，嘛向高雄地检署提出告诉。检调嘛展开调查，约谈董事长和负责人咯。事后认定讲，这两个人涉嫌重大，也毋过是无羁押的必要，以新台币30万、够10万块交保。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跟农业部或者是社会大众说明？经过3点钟讯问台农两品兼信兴两品的董事长多万才交出高雄地检署，敢若下手无要回答问题。伊甲担任信兴两品负责人的新妇拢红讯问，两个人以30万、10万块交保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被告2人涉嫌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但无羁押之必要，分别预支新台币30万元及10万元交保。高雄卫生局向地检署各发这两间公司25号地检署搜索查扣着校铺顶的资料，认定两个可能犯着伪造文书等罪嫌。李卫生局嘛连续开发这两间公司，9月13号起，因为无伫期限内底提供着交易的单据，表示不实，无提供完整的进出口资料等的状况，10天内底拢总罚1130万。调查的结果，针对特定通路，目前的一个收获大概是238万颗哦，中间大概有425万颗的蛋品流向不明。市府嘛发现这两间公司进口的卵品扣除了耗损，上少应该有663万的卵，但是为伊出货合同路上的数字来看，还有425万粒的卵流向不明。而伫市面上嘛，民众伫网络抛出着侵蚀鸡卵的相片，这支卵敢是互透做伙来卖予消费者。经查，该蛋品的标示为国产蛋，现场已没有该批效期的产品。业者表示，近期没有接获到民众反映该品上的蛋品的品质有疑虑。市府回应，警方稽查无发现异状，业者嘛讲无接到反映讲品质有问题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讲，这是一个假消息，爱民众提高警觉，唔通哄骗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